俗语讲了好。一个人来去的菜市啊，雄雄有人走来呛声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甲看落去。来，食水果哦，吼，上天然的，上天然的吼，哦，甜啦，即马当钓时吼。注意啊！来，食水果哦，这很慢的香蕉哦。是什么真慢呢？很慢啊，很慢啊，很慢呢。对啦，趣味啦。生意是好啊歹啊？袂歹啦，你来试看卖捧场一个啦，嘿，食看卖。哦，今日看你来生意就一定好诶。你这音乐先啊，我是搞哟。啊无，咱来食这上好食的芋头。这样。非常好食的芋头是啥物件？葡萄啦，葡萄啦，变芋头。来食看卖啦，食看卖。甜啦，哦，袂歹食啦吼。安那袂？想袂到这个老高个食葡萄。别，我听着。安怎卖呢？3斤90块，来注意啊！你来个只我算较俗的，一斤30就好。我变算准呢。这巧3斤90，一斤算我30就好。都无共。哦啊，我算唔对啦。别啦，算你俗啦，哎呦，莫安尼，莫计较啦。我讲有别人无啊？啊，唔係，對，乾媽買一送一，保證無克傷。你賣恁乾媽買一送一，我買恁乾媽，我就去做嘢去啊。這是趣味下啦，乾媽，就是啦，小段，你確定這是乾媽？這明明是柳丁。無啦，這乾媽啦，啊無。柳丁。乾媽啦。柳丁。啊，唔係你問製作單位啦，我嘛唔知。哦，你賣過次，唔知柳丁啊乾媽，你查袂清楚。這乾媽。總話叫我乾媽嘛得2粒，所以攏柳丁。安尼發賣乾媽，無怪你生意袂好勢。無緊啦，你又係講我話來，你是去精神科看看。來，注意，來，哇，真嘛好食，鳥車嘛好食。生意好無啊？袂歹。袂歹哈，哇，你安尼真正無簡單嘞吼。因為哦，大家若食到我的肉，我就是我上大的快樂啊！一般聽這句攏會拍婆啊。是。好啦，酸甜吧哦，鳥車吧。我跟你講啊，迄搭咧買豬肉的迄頭家有夠緣投啦！啊，我逐工攏來甲伊買哦，啊買到我有這張 VIP 呢。哎呦，我跟你講啦，我嘛是逐工攏來。VIP 算啥？我拢买甲有烏卡，你看到無？烏卡，你頭家，頭家啊，來啊！嘿，我今日來較早啦。鳥車吧，對吧？鳥車吧。頭家真正是我的心頭啊！今日會跟你講，我愛食啥物啦？我講同款啦。哎呀！我看這兩個抓囡仔要笑到什麼攏幫你程度？準備好啊，真好啊！豬肉好啊！你後悔是要立無啊？點解有一個人嘛是直接擺檔？無啦，不後悔。你敢知下場是安怎？注意啊！行2步啊，看覓啊，下場是安怎？危險喎！注意啊，歹勢。啊，你頭拄行路好勢，安尼是。我即擺行路啦，無好勢是我得納錢啊，安尼唔知免納錢。哦，安尼啊。不後悔，水搞出來，安那無冰的。慢，好啊，我小講嘅。安那呀？你甲拜託啲，歹勢啦，我錢零抓到你啦，即擺無趁錢。無啦，無咧零抓，大家攏零抓，我免那過日子啊！安尼，我搶看賣啦。我做一個公親啊，吼！哦，你媽媽呢講啲少年人喺度賣豬肉呢，就講互一個機會，大家小參詳者，無安尼啦，比賽，咱來比賽，恁兩個比賽講，啥物人迄豬肉一刀流落去。我貴要幾斤就買斤，幾兩就幾兩，若贏的人，你若贏，吼，今仔豬肉攏互你，好無？啊，伊若贏，吼，恁就莫家己收錢，安尼好無？
我逐工伫咧外口跟人输赢，我会惊你啥？来，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啦，要车拼进前吼，来，什么叫做真正的专家？哦，互恁大家了解切肉功夫厉害伫倒位。哎那我来，迄菜姐小姐，麻烦你。谁都优秀，哎，可能台底的啦，真啊假的啦，一届迄底啊，一届才10只，一届才10只。台底台偌久啊？应该讲卖猪肉卖偌久啊？去你，卖7年啊！去年哦，啊，尔话啊，你国小就开始卖啊？无23岁开始卖，你安尼问人就知影你30岁啊？伊对个对，安尼啦，你上准的，捌查偌者上准的，差不多1两都有。1两。哇，好来，小姐请就位，一斤哦，一刀留了1斤，咱看查偌者请，你即摆叫即摆是1斤的吼，迄1斤哦，要1斤哦。哦，这边个老贵哦，你留就落啊哦，哦，崩啊！来，起手无回。哦，35两，哇，拄拄1两，差1两，哇，好厉害！对，今仔日要车病，人有看到嘛吼？哇人就是这尔准，我嘛要1斤呢。啊无咧， 1斤免得着我卖啦看迄个，我见啊，我看8两。半斤啊，半斤啊，8两啊，你先我先，哎呦，来，一刀鸟，到，的你确定是啊？迄第一半啦，你确定是啊？你确定是啊？参一刀就知影啦。参一差一刀，伤大地啦。来，小等来蹦。你遐大地，你人这安尼一尔，半，你一无半，啦伤大地。哎，对，加油哎，啊通哥为一半我哎，拢有咧看啊，小牛者， 8两哈， 8牛来咯！哎呦，有机会哦8牛安尼我来啦。看，少年头家毛你成功，小妹，我就甲你讲，你超贵啊来。 12两啊，，你头拄头我安尼讲，加4两哈，来追求保护员8两，哎，各位8牛嘞！ 6两，我较晚吧，我较晚。你差2两，你差47两，两，歹势，所以恁这吼实在是有影咧，家己也无4两啊小弟咧，你这那是教贤问礼。够很猛的。来，过第2句俗语，请了。对，哎啊，叮当！哎，谁啊？零抓在海里零啦。抓嘿，零抓，我要来过日子零抓嘿。我讲者，慢呢啦，无开气安尼啦，开气咧，我做一个公亲吼。恁都定定咧甲人外口安尼无所不至，所以恁的刀法一定做准的。太强了！哎，我的建议是安尼，你甲缘投的头家吼比赛者，一刀落落迄猪肉，看要斤两偌济，一刀落去赢的人，你若赢，哎，猪肉拢你的，好，你若输，以后莫个人找人麻烦。公道。哎，你动作阮大干安尼尔嘛，哎，阮大若要输赢，毋是干安尼尔，老大改变。哎，哎，你若输啊，今仔通过拢不爱杀啦。今仔日通告会，伊无爱杀啦。来，来，牛力先，好，高牛，马英无啥讲啊。高高牛哦。一刀落落，高牛，高牛，上接近的人，哎，较接近的人赢。有机会哦。来，你确定是高牛，但是你袂你去倒落咯，好一点嘛你摕咧。伤细地啦。来，高牛换你，我甲你讲，高牛毋是咧开玩笑的啊。你做馒头了。刚升吧啦。高牛嘞！哎呦，高牛，哎，少年头家毛你的把手，
出牛啦，就坏哦，茶牛是嘿，出牛啦，你不不简单讲哦，哦，歹讲哦，你吧好啊，你不简单啊。你输了。啊，拄要就踮仔咧计较，就讲甲咧好啊！你这真正是吼，你这个叫做高价主美，什么意思？拍拍鼓励！来！啊，拄则咱有这两句俗语啦吼，家己迄个无细娘啊，无小弟咧安尼吼，啊你咧要甲人挑战安尼啦，所以第一句叫做高兴门离。高很猛，第二句叫做高价主美，高价主比，赞成第一句高兴门离举手。高会很吗？蒙尼都是用嘴啊，哎，啊，结果咧，出一支嘴，出一支嘴，好来，所以恁这边建议是一定是高价主美主美，为咩缘故？因为狗呢食准备歹消化，可能会补，所以可能对吧？所以就是不自量力啊，你知影伊消化歹啊。老师正确的答案，硬啊真正厉害，因为狗啊无像咱人有手，对要吧？入的时候爱用手甲牵，伊无法度啊，爱只好靠啥物？嘴靠一支喙，所以吼狗牵门离专靠一支喙。哦所以讲到规本机做无一汤匙，啊破风讲伊外敖拄外敖，所以吼狗甲门离讲干出一支喙，啊若狗食猪米吼，阮是前嘛讲对啊，因为猪米歹消化，所以食的物件甲放出来的物件拢共款，所以咱就讲袂变，啊袂变有两种意思哦，一种是讲啊袂晓变巧。对，哦，啊，代志来啊，毋知影每家己倒位啊，你硬拄吼，迄个毋知影变巧。啊，另外一种袂变就是啥物？牛空到北京嘛是嘛是牛，嘿，迄足固执的安尼吼。所以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所以若讲照头爱看界，因即两箍不能控，拢甲靠迄支喙尔。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高价，高兴门离。哦，了解，连高价主美意思嘛拢知影吼。好嘞，谢谢老师来拍拍鼓励。